公元720年，大唐开元盛世，英姿勃发的青年李白正满怀兴致地游历于蜀中山水。一路走来，不乏名山大川，直到登临峨眉之巅，李白终于邂逅了心中的绝世之美。峨眉山从此化为李白记忆里永远的仙山。我们不妨再大胆设想，假如那时的李白能从峨眉继续东行几十里，去往凌云山，他将目睹另一番盛况。这个被后世称为乐山大佛的巨大工程，此时已进行到第7个年头。那时的乐山大佛还尚未显露出全部的庄严法相，而巍峨的峨眉仙山已经在地球上历经了8亿年的生命造化。下面点，好，这个水银泡居中，别慌别慌，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峨眉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13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皖凹陶自流1份，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入。8亿年的孕育，7000万年的成长，200万年的春风时雨潜移默化。这是峨眉山的生命履历，也是蓝色星球漫长演化中缔造的杰作。古人的文献中记载着峨眉山因其如禽首峨眉，细而长，美而艳，故名峨眉。当古老的峨眉山在数千年前开始留下人类的足迹，当超凡的乐山大佛终于示现人间，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直到1996年，一个新的身份将峨眉山乐山大佛推向又一次高光时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审批我们峨眉山全票通过。审批过后，在年底在墨西哥的梅里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峨眉山又评比通过了。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哎，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江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中写道：公元1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
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数乐山大佛。它是8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雕凿出来的，俯瞰着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树龄已逾1000年。1899年的初夏时节，一个英国人在这片山中邂逅了一片花海。他的名字叫威尔逊，曾前后4次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并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西方，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正是在峨眉山的花海中，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杜鹃。波叶杜鹃是峨眉山特有的珍稀物种，而以峨眉或金顶命名的类似特有物种约有106种。高达96%的森林覆盖率，也为当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了最为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热带、亚热带常绿树种可以向上一直延伸至海拔2400米，而属于寒温性、温性的冷杉、铁杉等，则向下分布至海拔1500米，与温性树种连成一体。色彩斑斓的针阔混交林带，仿佛一曲森林的交响。那么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万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物种总数的1/10。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从2004年起，四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小猴子数量的有点偏多，看起来它可能就是一个核心的家族。很新鲜，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从形状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亚成型的猴子，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这个小心点啊！将近20年的守候，他对峨眉山的动物世界了如指掌。整个峨眉山继前期的一关调查，动物种类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例如我们现在这个藏球猴，它都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在目前我们都要了解的话，它猴禽大概有个15禽，600多只。
丰富多样的植物让万千生灵得以在此繁衍生息。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风幽林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山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这峨眉山早期实际上是属于道教的一个仙山，到了唐代中期的时候，它开始转化，然后关键转化呢，应该是唐末到五代，说是一个叫普翁的采药老人，在山上的时候看见了一个鹿，然后他就追这个鹿，就追到了山顶上，追到山顶上，然一下鹿不见了，然后就看见了普贤菩萨化现给他，所以他把这个事后来下来之后讲给别人听了之后，地方官员就把这个也上报给朝廷。然后逐渐的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普贤道场。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人季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季业奉诏来到峨眉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并铸造重62吨、高7.35米的巨型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今万年寺内，成为峨眉山佛像之宝。自那以后，峨眉山日渐受到皇室的礼遇，而在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渐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大就曾2次登顶峨眉山。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子空，是印度僧人。佛教文献记载说，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蜀中来朝这个普贤巨像。原来他在印度呢，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3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提着就开始往云南走。出名之后就被到了大都，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界的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普贤道场，就是佛教名山。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历经朝代兴替，不断发扬光大。留存至今的重要建筑、雕塑石刻依然熠熠生辉。从峨眉山向东而行，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乐山大佛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建筑与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96年，联合国世界遗产的专家就来了2个人，一个叫桑塞尔，一个叫席尔瓦。他在这儿听了以后，他们2个相当激动。席尔瓦他就说，简直是个神奇的地方，他简直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造出来的。你们乐山人
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这是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在的人要把它保护好。乐山大佛不仅是信仰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古时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水势凶猛，每当夏汛江水暴涨，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唐朝开元盛世之初，海通禅师希望修建大佛，以此镇江安澜。开工那天，千锤铜击，喊声震天。春去冬来，岁岁年年，落入江中的石头垫高了河床，让三江汇流之处不再激流暗涌。然而，海通禅师并没有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海通法师开凿这个大佛以后呢，可能就搞了10多年，只把大佛的头部开凿出来以后呢，他就越级了嘛。到开元20几年吧，接纳记录是张筹节行来技术开凿，但他开凿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也没完工。到这个大佛的腹部呢就停了，因为他调走了，一直到魏高来当界呢，西川节度使以后，他来接手。他本身也是个佛教的信仰者，拿了1年的工资，然后呢也把朝廷的这个麻叶之税也拿来用了，把大佛最终开凿完工了，并且他把这个整个介绍大佛的过程呢，还刻了一个碑。公元803年，大唐贞元19年，大佛终于建成。时光已随江水流去了90年。它是历经3代人前赴后继完成的浩大工程，是数以千计无名工匠穷毕生之力造就的天下奇观。乐山大佛有云冈大佛的3倍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8米。这尊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摩崖石刻弥勒大佛，是中华文化的自信表达，也是工程技术的古代典范。96年的12月6号，在墨西哥召开了个世界遗产大会，这个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的主任，他代表我们这个世界遗产，他去参与了。但他是在那儿是评审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席尔瓦教授他说：“你每个寺庙都可以作为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它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建制，像战士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的推向全世界。”峨眉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其选址、设计、建造都体现出天人合一、心境相融的中国神韵。这些代表性寺院既传递出文化的感召，又深蕴着营造的讲究。开创于东晋的万年寺，距今已有1623年的历史。明神宗皇帝下旨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印度佛寺风格的无量殿。
除殿门外，全殿找不到一木一钉，墙壁、门楣、额房全部用砖块砌成，穹隆状的殿顶也是青砖垒砌，整个殿宇没有一根梁柱。这些原本专为佛法而修建的殿堂，既是神圣的庙宇，也是美丽的人文景观。李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蜀声报绿旗，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其实，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生活出家20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他不光把这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当然也给整个峨眉山刻下了一个很深刻的文化符号。斗转星移，时光飞逝。到了宋代，有人更钟爱这大佛身侧的凌云寺。苏轼曾伫立于凌云崖上，追慕先贤。陆游也曾体验过短暂的加州时光，直到离开此地30多年后，仍不时梦回加州。时至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凌云山周围的几座山峰恰巧组成了一个仰面而卧的巨型睡佛。而大佛正好坐于睡佛心中，睡佛怀拥大佛，坐东面西，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如此盛景，是佛教文化的神奇示现，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大江奔流，时光如旅。10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来的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的守护传承文明的薪火，让乐山大佛和峨眉山一起深深镌刻入人类的记忆。公元725年，大唐开元13年，诗人李白即将告别家乡四川，从此壮游天下。离别之际，他一唱三叹，依依不舍的，仍旧是峨眉山。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们脚下的这条路，也许就是当年李白走过的路。我们和李白看到的，其实是同一轮明月，同一座峨眉山。如果说诗人是以不朽的文字为我们留下着仙山峨眉、大佛凌云，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不朽的世界遗产作为无法替代的财富，留给后人，留给未来呢？